你是老子先生吗？哦，我就是老子。请问，您是？王孙满。哦，先生远道而来，老朽未曾迎接，望多见谅啊！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您就是当朝天官王孙满？没错。好，李儿有礼了。先生免礼，先生免礼。你请坐。啊，请。此次天子召先生入朝，先生一路劳顿，辛苦了。您太客气了。请问宰辅，此次天子召我入朝，所为何事？天子闻先生才识广博，且有独到的治世之策，特召先生来朝辅佐天子的。我只是一介平民，且朝中人才济济，我怎能辅佐天子呢？唉，当今朝内混乱，争斗激烈，以司马善其、大夫刘志为首的一批大臣辅佐王子姬猛，以太傅宾起、大夫甘友为首的一批大臣辅佐王子姬朝，两派势力表面上看是相安无事，但暗地里勾心斗角，相互排挤。朝内无人替天子着想，周天子为此忧心忡忡。我王孙满身为六朝老臣，不得不为天子着想，所以将先生推荐给周天子。先生乃周之大贤，望先生能为天子出些主意，使朝内安定。您太过奖了。只是我本人不懂为官之道啊。先生太客气了，你一路劳顿，好好歇息。老夫先告辞。告辞。大人慢走。王子殿下，太子早逝，你是天子的嫡出次子。以大周礼法，应立殿下为太子。依臣看，天子对庶子姬朝喜爱有加。照这样下去，这太子之位一定是姬朝的了。殿下应赶快想办法呀。是啊，殿下。我也曾在天子面前苦谏，不可弃嫡立庶，废其礼法。可天子似乎听不进老臣的话呀。父王也许有他的考虑。我们现在是宜静不宜动，还是等一等再说吧。听说明日早朝，天子要召见陈国的老子。老子此人学识渊博，是大周的难得之才。他若入朝为官，殿下可要将此人拉到自己的身边呢。老子的学识，我们也只是听说，没有亲眼所见。这样，我们明天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你说这师傅又去洛邑见什么天子？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看啊，这大道也别传了。你这丫头啊，就是个倔脾气。那天子召见先生，那是好事啊，没准啊，先生这回要当官了。当什么官啊？
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都快烦死了。这丫头。奏乐。退下。诺。今日有何本要奏啊？陛下，陈国取人里的老子已到朝中。啊，来了。人呢？现在殿外。让他进来。诺。宣老子上殿。宣老子上殿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好相貌，好气质，
先生果然是非凡之人呐！陛下过奖了。寡人久闻先生乃大贤之人，今日召见，以求先生为寡人出一些治国之策，愿听先生高论。陛下过誉了，李尔本以布衣平民，哪有什么高论呢？哼，寡人还听说先生有独特的治世之道。寡人想知道，先生如此智广，不知先生修习的是何学问呢？李尔一生所求之学，为道德二字。道德？何为道德？道者，天地之祖，万物之宗也。其形也虚，其象也无，其性也自然。天地因之而生，日月因之而行，人物因之而成。不以人之好恶而改也。它是天地万物一切变化中永恒不变的。德者，道之用也；二者，一也。如何才能做到二者为一呢？人合于道，则德；物合于道，则序。反之，则为悖为逆。人德物序，则天下正；人悖物逆，则天下乱。和谐是道德学说的基本法则之一。和谐，此话怎讲？自然和谐，星辰顺序，天清地宁，风调雨顺，万物繁荣。人类和谐，天下太平，社会稳固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国政和谐，上下同心，百官尽职，百工尽技，百业兴隆，百姓乐业。家庭和谐，六亲和睦，夫妇和顺，家道昌盛，乐享天伦。人身和谐，阴阳平衡，百脉畅通，身体健康，心旷神怡，颐养天年。今周氏不振，天下纷乱，先生怎么看？陛下，天下之祸，莫甚于私欲；天下之乱，莫大于相争。衣食起居，人之性也；然过之，则为欲也。庶民争利，大夫争权，诸侯争地，皆私欲所致。天下焉能不乱？若上至公侯，下至庶民，人人少私寡欲，和谐和睦相处，天下安能乱矣？先生所言果然独特呀。这样，先生明日到偏殿，寡人要与先生详谈。啊，谢陛下。退朝。退朝。请。长虹见过先生。啊，有礼有礼，请问您是？哦，这是大夫长虹，主管朝中太岳。
哦，长虹大夫，请问先生现住何处？长虹今晚要登门拜访。到底都是做学问的，真是一见如故啊！老子先生现在住在高门东居府。啊，好，好，长虹今晚一定登门拜访。如此，礼尔恭候。啊，请。哼。母后，王儿，你来了。是。今天见到老子了。是。考究了他的所学。是。这老子说，他的学问为道德二字。哦，道德。是。道德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和谐。他是这么说的。和谐，说得好。此人必有大才呀。是，母后，我也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我约他明日在偏殿详谈。好，明日我与你一同见他。是，母后。来人啊！在。姬猛、姬盖，怎么还没到？王子，我去看看吧。去吧，去吧。姬猛、姬盖，二位王子到。王兄，为弟来迟了。哎呦，哈哈，二位王弟，来，快请入席。哎，王弟，请上座。哎，王兄不必客气，还是你上座吧。啊，哎，王弟，你是未来的世子，焉有下座之礼啊？请。啊，好。王兄，今日叫我们来，有何事啊？啊，王弟莫急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来，二位王弟，为兄敬你们一杯。请。先生请。这，先生，怎么了？哦，原来这里就是长虹大夫的家呀。我听传令官说，老子先生初入州都时，
可是让马车在长虹大夫你家门口停了很长时间呐。啊，还有这等事？主要是长虹大夫的音律美妙动听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当时不知道就是长虹大夫您，所以请令官停了一下，让我听完了一曲再走啊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二位，本应庆贺老子先生入朝，但老夫还有些事情未办，来日再好好的补过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多谢王大人。丽儿还有一件小事，不知当讲否？但讲无妨。啊，丽儿本无意为官，蒙天子厚爱，又有王大人您极力推荐，我就留下来。但是，在我的家乡还有2位学生，想烦请王大人派人告知，通知他们来州都。没问题。哦，还有，老子先生的住处我已经派人安排好，你就无需操心了。长虹大夫，老子先生就暂时交给你，老夫先告辞。王大人放心。王大人慢走。告辞。请。请。献丑了。真没想到，先生所弹琴声，似与天地混为一体，与自然融在一处。真没想到，先生竟然如此精通音律啊！你再听这一曲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弹奏这一曲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长虹大夫，长虹大夫，你先师可好？你，我没有师傅。长虹大夫，当今天下主乐大师，晋国太宰，太岳师旷，难道
不是你的师傅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师傅叫师旷。你在终南山上师从师旷学艺10年，然后从师令下山入州都洛邑。先生说的不错，但是这事只有我跟师傅2人知道，天下无人所知。先生是如何知道的？长虹大夫，说起来，我们是自己人呐。想当年我在鲁国太乙山求师子真先生时，机缘巧合与师旷先生相遇。哦，太乙山，子真先生。对，师旷先生在山上住了10余日，我向其学习了乐律，而且天下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，怪不得先生会弹奏《风雨行》。对，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师旷先生竟然是我的师兄啊！啊？先生是本元师爷的徒弟？你知道我师父？师叔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哎，长虹大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……我本是师爷座下长桑子的徒弟，师旷是我等救回来的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说与我听听。这说起来话就长了。那时候我还是长桑子的徒弟，我们从山上下来。王弟，来，为兄再敬你一个。讨厌。放肆！下去。你们怎能如此没有规矩？我们身为王子，礼义为先，如此放荡，成何体统？朝兄，今天你请我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些舞女唱歌跳舞的吗？王弟，你平时劳于政务，为兄今天请2位王弟来，只不过是想请你们听听歌舞，轻松轻松。既然如此，那王弟我多谢王兄的美意。对了，王兄，我还有事情，先告辞了。王兄，先告辞了。哼，不识抬举。你与师旷师兄3次比试，全部都失败了，所以你就拜师旷先生为师。是的，比试完成后，我拜师旷为师傅，
学习10年。后师父下山云游，我来到州都洛邑。在临别时，师父告诉我，他从今以后不再是我师，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他是我师父。所以刚才，这又是为何？师父说他乃晋国罪犯，隐居10年。若天下人知道我是他的徒弟，必将牵累于我，招来杀身之祸呀！啊，原来如此。看起来天下之事，一切自有定数。实况高风亮节。对了，长虹大夫，今日你在宫中所奏之乐，表面上看起来感奋人心，但是乐中却听出哀怨之音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奏乐和说话一样，传达着情绪。师叔既然能从乐中听到哀怨之声，师叔还听到了什么？恕我直言，在我听来，除了哀怨之音，你的乐音里包含了衰微破败之韵，似乎预示着周朝的凋零。天下之音，非师叔莫属。师叔竟然能从乐声中听出预示，真是长虹大幸，大幸啊！好了，你就不要师叔师叔的叫了，我看咱们还是平辈相交吧。我还叫师叔，但此意万万不能在朝廷中透露，会招来杀身之祸呀。好，能在洛邑得一知音，也是我李耳之大幸啊。子豪兄弟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基本上痊愈了，大哥，放心吧。大哥有何心事啊？我是晋人，自幼习文练武，为了生计闯荡江湖，携父母来到这苦役。去年投奔了单六，做了一名杀手。为了生计，整天提心吊胆。这次幸遇老子先生的指点，才使我想通，做杀手乃伤天害理，并非长久之计。那大哥以后有何打算？是不是不想跟单六干了？我也在犹豫，但是我怕单六报复我。你我是兄弟，和大哥说句实话，这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来，兄弟，不如我们去投奔老子先生。他宅心仁厚，跟着他，我们一定会有出路的。可人家会收留咱们吗？只要我们诚心，他一定会收留我们的。我一个人倒没什么，哪儿都可以去。可你父母怎么办？万一单六来报复呢？明天我就让我的兄弟将二老送回晋国老家，然后咱们一起去取人礼，咱们去投奔老子先生。
好，就依大哥之言。来，来，干！来，李耳见过太后，陛下。先生免礼。来，赐座。谢太后。先生，昨日庭上之言，寡人闻所未闻，确实独特。先生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寡人求贤若渴，欲求先生至朝内为官，先生可应否啊？陛下不可。我朝官员皆世袭而得，这老子乃是一介平民布衣，怎能入朝为官呢？这样岂不坏了我大周的祖制礼法？禀陛下，老子并非平民布衣，他乃宋国大将李乾之子。宋国是先王封的公爵国，李乾原在宋国为官，其子自然是官宦之后。这宋国是诸侯国，即使为官，也应该让他到宋国为官，怎能到本朝为官呢？哈哈哈哈！二位大人，不要再争了。承蒙陛下一片美意，李耳实为感激。但我是个治学之人，志在弘扬大道之学，真的无意为官。这些事情都在本后意料之中。你既非世袭，又要治学，那本后就给你安排个既能治学，又能在朝中做事的去处。那么，太后的意思是要我去哪里呢？寡人封你为守藏室之使，大夫之职。守藏室书籍众多，误不了你的治学。陛下，这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，还不快谢恩啊！谢陛下，这就好了吗？老子啊，往后你得经常给寡人好好的讲一讲你的那些治世之道。诺，陛下。还有，王子姬盖尚未成年，自今日起，你就做姬盖的师长，好好将王子培养成才。诺，太后。马童，师傅回来了吗？童心姐，没有呢。啊，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吧，天子召见，肯定不会出事的。我觉得，先生应该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先生要是当了官，那肯定不回来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师傅。去哪儿？去洛邑啊？对。敢问老子先生在吗？老子先生在吗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又想干什么坏事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哦，二位别误会，周烈等人今日聚集人马，想再次对老子先生下手。我们特来先一步报信，想保护和投奔先生的。可先生他……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就是。自上次老子先生的教化，并且又救了我的家人，我就发誓，一生不做恶事，并且想拜先生为师，永远跟随在他的左右。今天周烈等人聚集了众多高手，真的想置先生于死地呀！我黄子豪对天发誓，如有半句假话，